来回头继续来看这个风台带来着超大雨，嘛引发着土石流，造成火车北回线双德路来断路。目前公务人员正积极的抢修，希望沿岸顺利清除土石，明仔早起恢复正常来行驶。请记者新词来报道。 好的，主播，台风外围环流带来强劲雨势，雨下不停，引发土石流，也造成台铁北回线崇德路路段。为了确保安全，崇德与和仁之间的铁路也预防性封锁，该区的区间列车暂时停驶。要逃只快赶快啦！对啊。 您可以从画面上看到，整个铁路充斥着大块小块的碎石，甚至全部都是泥水还有泥泞。公务段人员呢，目前正在积极的抢修当中。所以从画面上您可以看到，大型重机具像是怪手已经在路旁进行开挖。稍早的时候呢，也有派遣人员到中横公路清理落石。所有公务段人员呢，用尽全力来抢修，力拼今天晚上能顺利清除土石，希望能在明天早上顺利恢复正常行驶。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，时间镜头交还棚内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